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哋嘅水晶解說系列。講起水晶界入面，邊一種最能夠代表溫柔、高雅同埋極致嘅療癒力？相信一定係今日嘅主角紫理輝裙子。紫理輝喺水晶界被譽為情人之石，亦都有一個好浪漫嘅稱呼，叫做夜之寶石。佢嗰種夢幻嘅薰衣草紫粉色，睇見都覺得心境特別平靜。今日我就同大家一次過拆解呢個情緒急救箱背後嘅挑選攻略同埋能量真相。想踢走焦慮、提升個人氣質嘅朋友，記得留心聽啦。首先，我哋要搞清楚紫理輝到底係乜嘢來頭。紫理輝其實屬於理輝石家族。佢之所以會呈現出咁迷人嘅紫粉紅色，係因為晶體入面含有微量嘅錳元素。紫理輝最神奇嘅地方就係佢具有強烈嘅多色性 （pleihorism）， 即係話當你喺唔同角度去觀察佢嘅時候，佢會呈現出粉紅、紫甚至無色嘅漸變效果，就好似自帶一種夢幻嘅濾鏡咁，充滿仙氣。買紫理輝嘅時候，市面上主要有幾種唔同嘅質感同形態。第一種係最常見嘅冰裂紫理輝，晶體入面天然自帶一啲閃亮嘅冰裂紋或者白棉，睇落去有一種朦朧美，價格亦都比較親民。第二種係冰透紫理輝，晶體好似玻璃咁清透，冇乜雜質。呢種淨度極高嘅紫理輝通常會被做成戒面或者高級珠寶，價格相當高昂。第三種係貓眼紫理輝，當晶體內部嘅管狀包裹體排列整齊，打光落去就會出現靈動嘅貓眼光線，非常之珍貴。好多人問點樣先揀到一條極品紫理輝？呢度分享3大等級指標。第一，睇色澤。紫理輝嘅顏色天然通常都比較淡雅，極品嘅紫理輝應該係呈現出濃郁嘅薰衣草紫或者櫻花粉，顏色越深越鮮豔就越值錢。如果顏色太灰或者太白，價值就會大打折扣。第二，睇淨度同透度。雖然天然紫理輝好容易有冰裂，但如果你追求高級感，就要盡量揀小棉絮、小雜質、晶體透亮嘅。第三，睇多色性同貓眼。轉動粒珠嘅時候，如果能夠明顯見到紫粉兩色交替，或者有清晰不直嘅貓眼光線，就絕對係值得收藏嘅上等貨。講到功效，紫理輝主要對應人體嘅心輪同埋頂輪，佢最無可取代嘅強大功能就係療癒情緒同埋舒緩壓力。現代人生活節奏急促，好容易會積壓負面情緒。紫理輝嘅能量非常之溫和而深層，就好似幫你嘅心靈做 SPA 咁，可以幫你釋放焦慮、抑鬱同埋緊張，帶嚟內心嘅平靜。除此之外，佢被稱為情人之石，可以幫你打開心扉，學識去愛自己同包容別人，從而吸引高質素嘅桃花同埋貴人，令你喺人際關係入面更加如魚得水。佩戴方面，毫無懸念，強烈建議戴喺左手。根據水晶左入右出嘅氣場理論，戴左手可以將紫理輝嗰種充滿愛同平靜嘅正能量吸收入身體，幫你調和浮躁嘅思緒，提升個人嘅氣質同魅力。如果你夜晚成日失眠或者發噩夢，甚至可以將佢放喺床頭或者枕頭底，佢溫和嘅頻率可以幫你安神助眠。保養消磁方面有一個極之重要嘅生死禁忌，就係紫理輝超級怕光。頭先提過，佢叫做夜之寶石，係因為佢嘅致色元素極度唔穩定。如果被陽光暴曬，佢靚靚嘅紫粉紅色會迅速褪色，甚至變成一嚿透明嘅白石頭。而且呢個過程係不可逆轉嘅，所以千祈唔好用日光浴嚟消磁。最強烈建議用白水晶簇、紫水晶凍，放一晚溫和淨化，或者利用夜晚柔和嘅月光浴去幫佢充電。平時去戶外暴曬嘅活動或者去沙灘，記得一定要除低佢。總括嚟講，紫理輝係一款充滿仙氣，可以為你帶嚟深度療癒同平靜嘅水晶。佢就好似一個溫柔嘅傾訴對象，無時無刻幫你撫平生活嘅創傷。大家去揀嘅時候，記得要慢慢轉動，感受下佢嗰種迷人嘅多色性同埋薰衣草色調啦。多謝收睇，對紫理輝有疑問，歡迎留言話俾我知。記得撳個 like。分享俾壓力大或者想提升氣質嘅朋友，仲要訂閱頻道，打開小鈴鐺呀！我哋下集見，拜拜。